化完個妝梗係要 set 埋頭啦，3款攣髮嘅技巧，聖誕節去玩啱用啊。GHD Chrono 聖誕限量特別版係超靚嘅 Cherry Cheat， 收到嘅時候超級心心眼，各位朋友送禮識做啦。頭髮分3層，最底嗰層向內彎，第2同第3層都係垂直腳夾向外反。如果呢個外反全頭做嘅話，就係好靚嘅水波紋攣髮。頭頂推高，注意劉海嘅方向，出嚟嘅效果就係好靚嘅韓式攣頭髮，夾完嘅頭髮光澤感超強，髮質好，成個人都更加有氣質，更加加分噶。第3種就係好有冬日氛圍嘅蛋捲攣髮，個髮型咧俾人有一種你好認真打扮過嘅感覺，但係絕對比你想象中容易，只要有啲耐性。頭髮分3層，全部都係向外、向內、向外、向內咁樣一直重複，記住第一下落夾係向內彎入去，呢個直髮夾恆溫185度，唔會傷害到頭髮，夾起上嚟超級順滑，亦都唔會拉扯到頭髮，勁快就完成咗呢個造型。一直用佢冇替代品唔係冇原因噶。最後用 spray 固定一下，加啲節日頭飾就完成啦。喺呢3款攣頭髮嘅基礎下，求其紮條馬尾都好似特別有造型感啊！哈哈，聖誕節就嚟到啦，你哋都快啲試下啦〜